子见礼，令人闻风丧胆的燕四爷大魔头，居然怕咕咕咕，怕鸡！四爷，刚好来。你先把这儿给点了。啊，这是一种急速爆炒的烹饪方式，确实会有一些小火苗，不过不用担心。那你炒菜就炒菜，叫什么叫？叫出来才有气势，炒的菜就是不一样。要不然你尝尝。你想把国子监给烧了吗？赶紧把火给我熄了，把这儿收拾干净，别再火旁逗留。你尝一下嘛。你浪费时间做，并不代表着我要浪费时间吃。这是什么？鸡啊！废话，我当然知道这是鸡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哼，拜托，这鸡不在这儿，它应该从地里长出来吗？你过去，让他们别过来，过去，去啊！过去，去。哦，我知道，四爷，你应该是有恐语症吧？国子监里，令人闻风丧胆的燕四爷大魔头，居然怕咕咕咕，怕鸡！咕咕咕！看来是时候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尊师重道了。来，哎，干什么？这个。堂堂四爷居然掩护我！别说话！怕鸡，不可思议！哎，别说话！掩护我！啊，我掩护你，已经很远了。不行，还是太近了。